各位老友記，仲有各位屋企有長輩嘅朋友，大家真係要打醒12分精神，聽清楚我今日同大家講嘅每一句話。如果你仲以為袋住嗰張舊款嘅普通長者八達通就可以行遍全香港，咁你就真係大錯特錯啦。時代變緊，政策亦都喺度變。而家呢刻，如果你仲未搞清楚乜嘢係樂悠卡，乜嘢係長者卡，分分鐘你每日出街搭車、食飯買嘢都係喺度白白交緊學費，白白咁流失緊你應得嘅福利。大家成日話執輸行頭慘過敗家，喺呢個長者福利大洗牌嘅2026年初，我哋真係要坐低慢慢傾，將呢兩張卡嘅秘密徹底拆解，等大家唔好再做水魚，要做一個精明嘅老友記。首先，我哋一定要講講最近最令大家頭痛嘅交通福利。大家習慣咗好多年嘅嗰張2蚊搭車，其實已經進入咗一個全新嘅階段。以前你只要夠65歲，求其攞張長者八達通，或者甚至係嗰張綠色嘅普通八達通，嘟一聲就係2蚊。但係而家規矩改晒啦，政府已經全面落實咗，如果你係60歲或者以上嘅香港居民，你必須要擁有一張屬於你自己，上面有你個樣嘅樂悠卡，你先可以繼續享受嗰個2蚊乘車優惠。好多老友記同我講話，哎呀，我張舊卡入面仲有幾百蚊，嘔係咪就咁冇咗？或者係咪仲可以繼續用？我同大家講，張舊卡係仲可以用，但係如果你夠咗60歲，但係又未換卡，你搭車嗰陣就唔再係扣2蚊，而係扣半價。大家諗下，由屯門搭去中環，或者由粉嶺搭去尖沙咀，原本2蚊搞掂，而家變咗要10幾蚊，來回一轉就差咗成20幾、30蚊。如果你每日都出街，一個月落嚟，你真係夠去酒樓飲多幾餐柴卡啦。點解政府要咁做？其實大家心知肚明。以前將普通長者八達通係冇名冇姓冇相嘅，結果就出現咗好多唔係長者嘅人借嚟用，造成咗好大嘅財政負擔。所以由2024年開始，政府就已經分階段叫大家換卡。到咗而家2026年，呢張樂悠卡已經係你出門口嘅命根。如果你仲係拎住嗰張舊嘅長者八達通去到巴士站、地鐵站，雖然你都係長者，但係部機係唔會認你遞，佢只會當你係普通人咁扣你半費。所以如果你身邊仲有朋友話唔使急啦，慢慢換，你一定要話俾佢聽，呢個唔係急唔急嘅問題，係錢嘅問題。咁講到呢度，大家可能就會問，咁我張長者卡又係咩嚟呢度？就係最多人搞亂嘅地方。大家記住，樂悠卡係用嚟搭車同埋買嘢嘅八達通，係由八達通公司發行，政府資助2蚊優惠嘅。而長者卡咧係由社會福利署發出嘅，嗰張卡係一張黃色嘅證件，上面有你嘅姓名、身份證號碼同埋相片，但係佢本身係冇電子支付功能嘅。簡單嚟講，樂悠卡係一張功能卡，而長者卡係一張身份卡。長者卡嘅門檻同樂悠卡係完全唔同嘅。樂悠卡係60歲就可以申請，但係長者卡一定要夠65歲先可以申請。呢5歲之差，入面嘅福利就差好遠。當你年滿60歲，你第一時間要去搞嘅係樂悠卡。因為呢張卡幫你慳交通費，等到你正式踏入65歲嘅生日，你就具備咗申請長者卡嘅資格。你千祈唔好覺得有一張就夠，我建議大家一定要2卡喺手，因為佢哋嘅優惠係可以互補嘅。我哋先嚟深挖下樂悠卡嘅功能。好多人以為樂悠卡淨係用嚟搭車，其實佢本質上就係一張個人八達通，因為上面有你嘅相片同埋姓名，所以安全性高好多。萬一你唔好彩跌咗張卡，你可以即時報失。入面嘅餘額係可以攞返嘅。以前張普通長者卡跌咗就真係財山人安樂，冇得追卡啦。而且因為樂悠卡係實名制，政府未來好多福利，例如醫療券或者係其他長者津貼，都有機會同呢張卡掛鈎。你而家早啲習慣用，其實係為咗以後更加方便。再講講長者卡，呢張卡雖然唔可以搭車2蚊，但係佢喺全香港超過幾千間商戶都有優惠。例如你去某啲大酒樓飲茶，你出示張黃色長者卡，佢可能會送你一個點心，或者係傳單有9折。你去海洋公園、迪士尼或者係一啲戲院，長者卡嘅優惠力度有時比樂悠卡仲要大。甚至一啲公立醫院或者政府設施，長者卡先係正式嘅證明文件。所以如果你今年已經65歲，但係仲未去社會福利處攞嗰張黃色卡，你真係好蝕底。申請方法方面，而家其實已經簡化咗好多，但係對老友記嚟講，可能仲係有啲驚。先講樂悠卡。最簡單嘅方法就係叫你啲後生仔女或者孫仔孫女幫你用手機下載個八達通程式，只要影張相，上傳身份證資料，填個地址，幾個星期內張卡就會寄到你屋企。如果你話我屋企冇後生仔熬，或者我唔想煩到人，
咁你可以去地鐵站或者一啲大型商場嘅樂悠咭諮詢櫃位，嗰度有專人幫你。仲有全香港嘅郵政局都有申請表可以攞，你填好咗，連埋身份證副本同相片寄返去就得，連郵費都唔使俾，因為嗰個信封係免郵費嘅。至於長者卡申請就更加直接，你只要夠65歲，攞住你張身份證原件同一張彩色近照，去任何一間社會福利處嘅長者卡辦事處，通常即日或者好快就攞到。如果你唔方便親自去，郵寄或者網上申請都一樣得。我成日常同啲老友記講，呢啲手續雖然煩一次，但係換嚟嘅係未來10幾20年嘅福利，點算都係划算。我哋再嚟傾下一啲大家可能忽略咗嘅實戰細節，例如好多人問我攞咗樂悠咭之後，我將舊嘅八達通入面啲錢點算？好簡單，你可以去任何一個地鐵站嘅客務中心，或者係嗰啲八達通服務站，佢哋可以幫你將舊卡嘅錢轉晒去新嘅樂悠咭度，然後幫你退咗張舊卡，攞返嗰50蚊按金。你唔好就咁將張舊卡掟咗去啊！50蚊都係錢，夠你買2個麵包餃。仲有，大家搭車嘅時候有一點一定要注意，雖然樂悠咭係2蚊，但如果你係搭嗰啲長途巴士，而你又係短途落車，記得睇客部巴士有冇雙向分段收費。如果你唔去拍多一次卡，佢可能會扣咗你全程嘅費用。雖然政府會補貼，但係對於公帑嚟講係一種浪費，而且對於你個人嚟講，雖然你只係俾2蚊，但如果人人都唔守規矩，政府財政壓力大咗，遲啲可能連呢2蚊優惠都會縮減。所以做個精明又文明嘅老友記，記得留意巴士嘅分段收費。講到福利大洗牌，2026年嘅今日，我哋一定要有危機感。大家睇新聞都見到，政府而家財政預算案年年都話赤字，社會福利雖然話唔會減，但係優化呢2個字，大家一定要識聽。所謂優化，其實就係要將資源放喺最有需要嘅人身上。點解要強制換樂悠咭？點解要實名制？就係要確保每一分錢都係落喺真正嘅長者身上。所以如果你仲諗住轉空子，或者覺得我用緊舊卡都冇人捉，我勸你唔好冒呢個險。萬一被地鐵查票員捉到，你違規使用長者優惠，罰款係幾千蚊起跳，仲可能要負上法律責任。為咗慳嗰幾蚊，搞到要上法庭或者留案底，真係完全唔值得。另外，大家一定要定期檢查下自己張卡嘅狀態。雖然樂悠咭冇所謂嘅有效期，但係如果你張相殘咗，或者張卡刮花到讀唔到，你要盡快去換。因為如果你喺地鐵閘機前讀唔到卡，塞住咗後面啲人，自己又尷尬，又阻到人。仲有老友記最容易唔記得嘅就係增值。雖然搭車係2蚊，但係如果你去便利店買嘢或者去食快餐，樂悠咭入面都要有錢熱。我建議大家可以開通個自動增值功能，同你個銀行戶口掛鈎，咁樣你入閘嗰陣就唔使擔心餘額不足。特別係如果你去咗一啲冇增值機嘅地方，例如一啲偏遠嘅巴士站，呢個功能真係救命草。喺香港生活，長者嘅福利其實真係算唔錯。除咗呢2張卡之外，大家仲要留意長者生活津貼。2026年嘅津貼金額已經調整咗，如果你符合資產限額，每個月幾千蚊嘅津貼對生活好大幫助。而呢啲申請往往都需要你提供有效嘅長者證明。如果你連最基本嘅樂悠咭或者長者卡都未搞好，你去申請其他福利嘅時候，手續就會變得好繁複。所以話呢2張卡係你享受晚年福利嘅敲門磚。講反啲，生活化啲嘅優惠。大家知唔知其實好多連鎖超市，好似百佳、惠康或者係大家樂、大快活呢啲快餐店，佢哋喺特定嘅日子，例如長者日或者係逢星期3，只要你出示長者卡或者用樂悠咭俾錢，係有額外折扣或者送嘢飲嘅。我識得一啲好精明嘅婆婆，佢哋會專門挑呢啲日子去買大嘢，例如買米、買食油，一次過慳翻幾十蚊。呢啲資訊你唔去留意，人哋係唔會主動話俾你聽嘅。所以我建議大家平時去買嘢，養成一個習慣，問一句長者有冇優惠啊？問多一句唔使錢，但係分分鐘有驚喜。仲有一點好重要，就係醫療方面。2026年嘅醫療券金額亦都有所變動，而且而家鼓勵大家用醫療券去睇預防性嘅醫療，例如洗牙、檢查身體或者係去中醫調理。呢啲福利全部都係跟住你個身份走嘅。樂悠咭嘅實名制令到將來喺公立醫院攞藥或者登記都可能一嘟就搞掂。呢種智能化嘅趨勢，我哋老友記唔好怕，要慢慢學。其實唔難，只要你踏出第一步去換咗張卡先。有老友記同我訴苦，話申請樂悠咭要影張靚相，好麻煩。我想講呢張卡可能係你未來20年用得最頻繁嘅證件，影張精神啲、笑口常開嘅相，
自己睇到都開心啲啦。而且而家好多社區中心都有免費幫長者影相嘅服務，你只要去問啲義工好樂意幫你，唔好因為呢少少麻煩就放棄咗自己應得嘅權利。總結一下，2026年係一個轉折點，如果你未夠60歲，你可以先了解定幫你嘅長輩準備。如果你係60至64歲，你必須要有一張樂悠卡，否則你享受唔到2蚊搭車。如果你已經65歲或以上，你手上應該有2張卡，一張用嚟搭車同支付嘅樂悠卡，一張用嚟喺商戶攞優惠同證明身份嘅長者卡。呢2張卡各司其職，缺一不可。大家要記住，呢啲福利係社會對我哋呢一輩人過去幾十年為香港辛勤付出嘅一點肯定。政府俾得你就應該正大光明、理直氣壯咁去攞，但係攞嘅前提係你要符合規矩，要跟得上時代嘅步伐，唔好等到身邊啲朋友都喺度講緊某某商場有長者半價，或者某條新巴士線2蚊直達，你先喺度捶胸口話自己未換卡。最後，我想同各位老友記講，錢財雖然係身外物，但係慳得1蚊得1蚊係我哋嘅美德。將慳翻嚟嘅錢買多件衫俾自己，或者同啲老友去飲多杯茶，甚至係買份小禮物俾孫仔，呢種快樂係金錢買唔到嘅。希望大家聽完我今日嘅分享，翻去即刻檢查下自己張卡，未辦嘅趕快去辦，辦咗嘅就教下身邊嘅朋友。香港係一個老化社會，但係老化唔代表落伍。我哋雖然年紀大咗，但係我哋嘅心態可以好年輕，我哋嘅生活可以好精明。只要我哋肯去學習呢啲新嘅資訊，我哋一樣可以玩轉呢個數字化嘅社會。如果你喺申請過程中遇到任何困難，唔好怕醜，去問地鐵站嘅職員，去問屋邨辦事處嘅工作人員，佢哋一定會幫你。今日嘅攻略就講到呢度，希望大家都能夠順順利利領取到屬於自己嘅福利。記住啊，樂悠卡係2蚊搭車嘅唯一憑證，長者卡係全港商戶優惠嘅金鑰匙。2026年我哋要做全香港最精明、最識享受福利嘅老友記。大家如果覺得呢啲資訊有用，記得同身邊嘅老友記一齊分享，等大家一齊受惠。我哋下次再見，祝大家身體健康，日日都開開心心出街，平平安安返屋企。其實講到長者福利，除咗搭車同買嘢，仲有一樣嘢係大家一定要關注嘅，就係康樂服務。大家知唔知？如果你有咗長者卡，你去康文署轄下嘅體育館、游泳池，甚至係一啲體育課程，收費係低到你唔信嘅。例如去游個水，可能只係幾蚊港幣去租個羽毛球場，只要係非繁忙時間，折扣大到你驚。對於我哋呢啲要保持運動、強身健體嘅長者嚟講，呢啲真係天大嘅福音。所以樂悠卡幫你解決行嘅問題，長者卡幫你解決玩同食嘅問題。有人問我，如果我係幫屋企老人家辦，有冇咩特別要注意？我要提醒大家，特別係仔女們，老人家可能對實名制有啲顧慮，怕資料外泄，你要同佢哋解釋，呢個係政府官方嘅計劃，資料係受法律保護嘅，而且實名制係為咗防止冒領福利，係保護佢哋利益嘅手段。幫佢哋影相嘅時候，揀張清晰、背景乾淨嘅相，咁樣審核就會快好多。仲有，如果老人家本身有殘疾人士身份，佢哋本身已經有一張殘疾人士身份個人八達通，呢類朋友使唔使換樂悠卡呢？答案係，如果你未夠60歲，你可以繼續用殘疾人士八達通，但如果你夠咗60歲，我建議你都係換成樂悠卡，因為樂悠卡嘅設計更加清晰，而且喺社會認知度上，樂悠卡而家係長者福利嘅代名詞。講翻啲生活瑣事，好多老友記反映話樂悠卡個名好難記。其實樂悠意志，取其樂在其中，悠然自得之意。政府改呢個名，其實係想大家退休生活過得開心啲。所以每次你攞張卡出嚟嘟嘅時候，不妨諗客呢2個字，提自己要放鬆啲。辛苦咗大半世，而家係享受嘅時候啦。另外，大家要去旅行嘅時候，長者卡同樂悠卡都有用鬥。雖然離開咗香港，樂悠卡搭唔到車，但係長者卡喺某啲地方，例如去澳門或者去內地一啲景點，有時出示香港嘅長者卡，竟然都會有驚喜優惠。雖然呢個唔係絕對，但係帶埋起身絕對冇壞。我想再次強調，2026年呢個時間點好關鍵，因為好多過渡期已經結束，所有嘅政策都已經正式定軌。如果你仲係活喺過去，覺得以前咁樣都得，點解而家唔得？咁樣只會令到你自己嘅生活變得唔方便。社會進步，我哋都要進步。雖然我哋學嘢慢咗，但係只要我哋肯學，冇人會笑我哋。大家平時去公園散步，或者喺商場坐嘅時候，可以多啲留意身邊啲海報，或者聽客電台廣播。政府經常會推出一啲短期嘅長者優惠，例如某段時間內長者可以免費參觀某個展覽，
或者係長者節期間有特別嘅大抽獎，呢啲福利通常都要你有一張有效嘅證件喺手先可以參與。最後，我想講講關於卡片管理嘅小貼士。老人家卡片多，有身份證、回鄉證、樂悠卡、長者卡、醫療券記錄等等。我建議大家買個透明嘅小卡包，將最常用嘅樂悠卡放喺最出面，方便隨時攞出嚟拍卡。長者卡可以放喺入面一點，需要用嘅時候先攞。身份證同回鄉證呢啲貴重證件最好分開存放，或者放喺有拉鏈嘅格仔入面，安全至上。希望今日呢個詳細到極點嘅攻略可以幫到每一位喺香港生活嘅老友記。我哋嘅目標好簡單，就係要令到生活更簡單、更平、更開心。如果你聽完仲有邊度唔明，或者想知更多關於邊方面嘅福利，隨時人幫手問下，或者留意我之後嘅分享。大家記住，資訊就係金錢，特別係對我哋長者嚟講，資訊就係尊嚴同生活質素。祝大家2026年生活愉快，身體壯健，利用好手上面呢兩張神聖嘅福利卡，行遍全香港，食盡全港美食，做個最潮最精明嘅銀髮族。大家加油！